这是恭喜恭喜啊！还没透露，48岁韩国男演员南宫珉官宣当爸了，其37岁妻子陈雅玲怀孕了。南宫珉所属经纪公司表示，夫妻俩迎来了宝贵的新生命，两人怀着感激和激动的心情，将健康和稳定放在首位，准备迎接新的家庭。因为是个人隐私，有关预产期等更具体的内容，目前难以透露，希望大家谅解，并祝福这对夫妻。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陈雅玲现在是怀孕后期，离预产期不远了，正在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身体，并努力进行胎教。据悉，南宫珉和陈雅玲于2015年拍摄电影结缘，2016年两人公开恋情，稳定恋爱多年，在2022年两人领证结婚，如今结婚4年，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南宫珉在即将当爸爸的同时，也将回归演员本职，他将出演 KBS 电视台下月4日首播的某周末剧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